最新的消息来看，昨昏伫咧台南永康有夜市咧卖食的单位，伫咧营业进程却是熊熊导火，而且这火是烧甲真猛，头家甲头家娘两个人拢去烧着伤。目前怀疑这导火原因可能是驾驶的供线入去，不过详细原因也未确认。到底夜市导火，一个正白烟，伫附近一个行过人拢停来看是发生什么代志。 伫夜市内面摆搭卖番薯球的单位，就还未开始营业，正伫咧传的时阵，突然间导火，一声个就烧甲规大。熊熊导火啊！啊，到爆炸是安怎？没有。啊，你们有听到瓦斯外泄的声音吗？没有啦，夜市很吵，听不到。敢若是伫咧传的时阵，雅士桶的雅士讲，唔知安怎落去才会导火。50几岁头家甲头家娘拢互火烧着，两个拢送病去。 初步验伤，脚甲手大约拢有18拍烧烫伤。现场店内面还有一个番薯球，煮食的家私拢烧甲乌臭搭。总店的人知影消息了，也赶来现场了解。有可能就是裂化吧、脆化吧，就是有一点外泄。那外泄处理的过程可能没有很好，所以才会造成比较大的火势。你是说瓦斯还是管线啊？我们其实真的还不是很确定，但目前确定的一定是瓦斯问题。好佳在火一时拍花，无造成更加大的伤害。严格用家属设备进前一定要先检查，才能把风险降到上低。这件代志发生的原因是单纯的设备老化，也是有操作疏失。这马单已经暂停营业，进行调查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